我出去透个气。包裹的味道好好吃啊！只要皮皮哥想吃，随时都可以吐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把我的零食分给你，随便吃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对我那么好，千万别客气。皮皮哥，好好吃啊！是吧？哇，居然变成巧克力色的！是啊，宝珠会随着食物而变色。吃起来也是巧克力味的。我还可以吐牛奶味，橙子味，橙子牛奶味，好幸福啊！来，我们再多吃几种。忘了告诉皮皮啊，听说模拟宝珠吃多了会是不是？我这是怎么了？皮皮哥真是光彩夺目。哎，说完了。早上好啊，皮皮哥。早啊。我给你做了宝珠奶茶。下午好啊，皮皮哥。我给你做了宝珠点心。哇，好棒啊！姜。你什么情况啊？有才一刻。皮皮哥，我又来看你了，不在家吗？皮皮哥，来了！下午好呀，土拨鼠！土拨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皮皮哥。我来给你送了。快住手！你的手都数干了。只要皮皮哥喜欢，我就可以一直土拨鼠！快救命啊！死不下！先救谁？哎，这几天休息的如何？身体恢复了吗？已经没事了，但皮皮哥怕我瘦成薯干，不让我吐宝珠了。以后又要回到无人问津的日子。我倒是有个办法。网店？哎呀，他之前的办法根本就没人信，所以我想网店应该可行，看看他开的怎么样。家人们，传世宝珠厂家直销，全场2元，现场开爆！假一罚10，为表诚意，由我为家人们表演一个小绝活。胸口碎宝珠。怎么关了？看着挺好吃的呀。方向是不是跑偏了？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宝珠哪个可以用来投喂皮皮呢？黑白宝珠、七彩宝珠。哦，不吃吗？看来是回答错误呢。回答正确！哇哦，真是绚丽呢！哈，哎呦，我的天！快停下，我要被闪现啦！模拟宝珠，模拟宝珠因随意所求皆满足，也被叫做如意宝珠。据《大明三藏法术》记载，此宝光净，不为尘垢所染。若以轻物裹之投水，水色极清，红黄赤白，亦复如是。